围住台北分局，敲锣打鼓，举标语抗议，要求局长惩办凶手，顶就辞职。官员贪污，米粮外运，民不聊生，号召全台湾民众把各地的官吏驱逐。事件进一步升高为政治抗争，因此全台湾各地陆续成立228事件处理委员会。邱如意罹难，郭晓忠罹难，邱丁才罹难，林瑞官罹难，陈振阳罹难，林秋英罹难，钱景文罹难，李仁贵罹难。台湾独一万岁！台湾独一万岁！我所思念的春芳，得知你安好，感到万分欣慰。不管多少黄金、白银或者宝玉，也比不上宝贝你们的珍贵。